潜艇无疑是海军中最为重要的军备，它不仅可以在水下潜航，还拥有着极强的隐身效果和打击能力，在各国海军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存在。而本期视频要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这种平常潜艇，也不是拥有核动力的潜艇，而是一款适用于未来战场的无人潜艇。该潜艇被美国称为杀人鲸或是逆戟鲸，光是名字听着就是不俗，其性能究竟如何，本期视频就将为大家揭晓。关于这款杀人鲸无人潜艇，是美国海军即将服役的新型潜艇。在性能上，该潜艇可以进行扫雷任务，还能进行反潜战、反水面作战、电子作战等，可以说是进一步改变了水下战场的格局。在外形构造上，它和其他潜艇也有一些差别，外形并不是圆柱体，而是像方形类似的构造。至于它的头部呈圆锥形。在整体大小上，它和其他潜艇相比就要小一些。杀人鲸无人潜艇全长为 15.5 米，宽 2.6 米，重量在50吨。在航行范围上，最远可以达到6500海里。在潜航时间上，它一次可潜航数月。至于它的潜航深度，最深据称可以达到3400米，这个距离是目前世界海军中载人潜艇根本达不到的深度。光是这个深度就能让敌方军舰感到恐怖，毕竟该型潜艇可以悄悄潜到军舰下方发出攻击，这可以让敌方军舰遭受严重损坏。在动力系统上，杀人鲸无人潜艇使用了混合柴电系统，在水下工作是通过锂离子电池为其提供动力，而浮出水面后还可以使用柴油发电机为其进行充电。在航行速度上，这款潜艇可以达到8节。在配置搭载上，因为该无人潜艇目前还并未公布过多数据，主要透露出的是杀人鲸无人潜艇具备模组化筹载系统，这种系统可以让它搭载不同的武器装备来应对不同作战任务。另外，它具备开放式架构以及重新配置的潜力，为适应未来战场做足了准备。在内舱容积上，据推测，它拥有2000立方英尺的空间，这可让它搭载多种武器。除了在内部可以搭载武器外，据美国海军称，在潜艇的外部也可装备武器，但外部所能装备的武器具体是什么，美国海军官方并未透露。不过，其内部搭载的武器很有可能是美国 BGM-109 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也是目前美国海军舰艇必备的武器之一。另外，这款潜艇还可执行布雷任务，因此在武器搭载上很可能也用到 Mk48 型鱼雷，这种鱼雷也是目前海军最先进的一款武器之一，其作战性能也是相当不弱。除了拥有极为灵敏的速度外，在其内部还设计有自动追踪系统，这可让它的精准度大幅度的提升。不过这些武器搭载也仅仅只是猜测，具体将会搭载什么武器，要搭载多少还是未知，只能等到该型潜艇正式服役后官方的公布。而在其他配置的使用，据消息称，它拥有惯性导航系统、深度感测器以及卫星通信功能，这能让该潜艇及时地接收到或传递情报。此外，杀人鲸无人潜艇还能侦察敌方舰队或海岸线，并记录他们的电磁放射的天线数据，这种能力都能让其成为真正的水下幽灵，毕竟它的超深度下潜能力就能让对方头疼。如果美国再为其配上隐身设计，将它的雷达反射波降低，那么它即使潜到敌方军舰下也是不无可能。再配上它的战斗部，从水下进攻也可让敌人防不胜防，无疑是真正的海洋杀手。至于这款杀人鲸无人潜艇的来历，最早是在2017年，当时美国海军选择波音公司以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来研发这种无人潜航器，并在同年的9月份签订设计合同。美国海军并向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分别支付了4227万美元和4670万美元研制费用，因此这两家公司开始了长达2年的竞争。波音公司对于杀人鲸的设计是基于2016年3月推出的 EcoVoyager 全自动潜水器来开发。这款 EcoVoyager 全自动潜水器原本就拥有远程操控的能力，因此波音公司使用 EcoVoyager 的各种配件进行测试，并早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出试验机，并于2017年进行海试。在这次海试后，也进入到了第2阶段。而因为波音公司占据了先机，因此获得了建造批准，并赢得了一份价值4300万美元的合同。
这个合同主要包含了建造、测试以及一些潜艇的配件。在1个月后，该合同经过修改，需要额外生产原型潜艇，这也让该合同的金额达到了2.74亿美元。至于交付时间，据美国海军称将会在2020年6月进行交付，但具体的服役时间并未公布。而这款杀人鲸无人潜艇的服役不仅可以帮助海军带来战场优势，也可执行一些大型潜艇不能前往的地区作战。根据美国海军表示，该无人潜艇还可让其诱导敌方潜艇进行反潜作战，这就大大提升了美国海军的战力。而根据有关消息称，美国前期采购的这批杀人鲸无人潜艇先进行实际测试，如果性能符合，将会进行下一步的采购计划。据称最少要采购30艘杀人鲸无人潜艇。像这种无人潜航器，其实各国也都有在研制，例如俄罗斯的波塞冬水下核动力无人潜航器。这款无人潜航器可以携带多种常规或是核弹头，并且可以由潜艇携带在水下释放，这就有点像是套娃玩具了。而这款波塞冬无人潜航器据称速度可以达到32节，这和美国的杀人鲸无人潜航器相比，速度上占据了优势。另外就是它的动力系统采用的核动力，这就让它具备超远距离的航行范围，再加上它也具备超深水域下潜能力，以及它可搭载核弹作战，这就让它显得格外恐怖。如果它潜航到一些国家的重要港口，再引爆核弹，可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此该武器还被称为末日武器。目前该武器已经开始列装到俄军特种潜艇进行测试了。根据消息，该无人潜航器可能会在2027年服役到部队当中。不过美国的杀人鲸无人潜航器与之相比有很多好处，其一就是在造价方面，像这种体积小的潜艇可以在海军中大量装备，不仅可以侦察敌方信息，也可以对敌方进行火力打击。还有就是该武器的武器搭载上，目前官方并未具体透露它是否也会像波塞冬一样具备搭载核弹头的能力，也是一个未知。不过各国对于无人潜航器的发展也是非常注重的，毕竟这种军备具备的特点太多，既能搜索目标、收集海洋战术数据，也可进行侦察鱼雷等任务，可以为友军战舰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再加上该型武器可以进行长时间的潜伏，这就为海上作战带来很多可能。好了，关于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美国这款杀人鲸无人潜航器能否像波塞冬一样具备核弹头搭载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另外，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武器，也可打在评论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